继续关心今仔日的天气，风台已经到位啊，而且影响会愈来愈明显。咱同齐来看分图。透过分图会当看到，即马风台已经伫咱台湾的门卡口啊，伫要到位啊。要提醒乡亲，今仔日和明仔是凯比风台影响咱台湾上界严重的时阵，嘛要呼吁民众今仔日休风台假，爱踮伫厝内做好风台的准备。因为即马是大流，所以在期间西南部、东北部、北海岸、宜兰、台东地势一寡较低所在，拢爱设置海水倒击。会积水的饮水，除了爱设置凯比风台、强风大雨以外，气象署今仔日嘛有发布高温的资讯，这是伫台东甲金门，今仔日拢是到黄色的高温灯号，因为受风台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，台东是有机会透小风。另外，昨昏半暝啊，台东已经出现长影，今仔日伫东部、北部海影嘛可能有6米悬，千万唔通挖近海行。